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耶穌被家鄉的人厭惡。2. 路加福音第4章23至30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必引這俗語向我說，醫生，你醫治自己吧。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行的事，也當行在你自己家鄉裏。又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。我對你們說實話，當以利亞的時候，天閉塞了3年零6個月，遍地有大饑荒。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，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那裏去，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時候，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風的，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，沒有一個得潔淨的。會堂裏的人聽見這話，都怒氣滿胸，就起來轟他出城。他們的城造在山上，他們帶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過去了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23至27節，耶穌回應眾人嘅評價，道出群眾嘅心聲有2點：一、耶穌救人卻唔能夠救自己；二、耶穌喺外地行神蹟，卻唔喺家鄉行。耶穌引用舊約以利亞同以利沙嘅例子，說明2點：一、先知喺自己嘅家鄉不被接納；二、先知救外人，唔救自己家鄉嘅人。28至30節，眾人嘅回應點樣呢？耶穌行咗乜嘢神蹟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拿撒勒人點樣睇耶穌呢？佢哋從耶穌嘅家庭背景、佢嘅職業去睇耶穌。但係瑪利亞同女生子呢？牧羊人嘅見證呢？西面同亞拿嘅預言呢？施洗約翰嘅見證呢？耶穌受洗時嘅異象呢？直到耶穌親自宣告自己應驗咗以賽亞書61章1至2節嘅預言，好多嘅證據說明耶穌就係彌賽亞，但係佢哋竟然唔承認呢啲，似乎人信不信神嘅關鍵並非有幾多證據，而在乎人自己選擇性地相信。不過人即使要推倒耶穌，耶穌仲係從佢哋中間過去。第30節，顯明人嘅拒絕唔會影響耶穌係神嘅事實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。聽日見啦！